霍爾木茲海峽嗰條被叫做全球石油喉嚨嘅海上咽喉，就喺上個星期日4月12號俾人鎖嘅。美國宣布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全面封鎖，即時生效，所有出入嘅船隻一律截查。呢個唔係演習，呢個係川普嘅決定。從談判桌到封鎖令，短短幾十個鐘頭，中東局勢就已經徹底翻篇。我係方偉，今日呢，我哋就嚟深入分析呢度鐵索鎖住嘅唔止係伊朗，仲有邊個？如果你想釐清楚今次中東封鎖背後嘅真正邏輯，如果你想知道佢對中美博弈有咩影響，記住即刻訂閱方偉視角，開埋細鈴鐺通知，唔好錯過每一集嘅深度分析。等我先由今輪嘅談判講起。由曼斯帶領嘅美國代表團同伊朗代表嘅談判台上坐咗足足20個鐘，但最終都冇換咗任何協議。伊朗拒絕放棄核武計劃，呢個係雙方嘅根本分歧，亦都係談判破裂嘅核心原因。但我要問一個問題，伊朗今次走上談判桌，真係出於自己嘅意願嗎？我認為唔係。伊朗之所以願意坐低嚟傾啦，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北京喺背後施壓。原因好簡單，中共最需要嘅就係霍爾木茲海嘅暢通無阻，咁樣平價嘅伊朗石油先可以源源不絕嘅流入中國。只要談判繼續，海峽就唔會被封死，北京就可以繼續飲石油。但係伊朗最高領導層有自己嘅盤算。放棄核武對佢哋嚟講，等於放棄政權存在嘅意義，等於主動照械投降。呢條底線，就算中共施壓都撼動唔到。所以談判注定嘅結果，美國封鎖嘅理由都就喺順理成章嘅出現㗎。談判破裂之後，特朗普喺上個禮拜日4月12號好快就採取行動。佢宣布美國海軍將封鎖所有試圖進出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攔截並檢查嗰啲向伊朗支付通行費嘅船隻，同時下令清除伊朗喺海峽佈設嘅水雷，並明確警告任何試圖開火嘅伊朗人都將遭到打擊，立即生效。呢4個字係關鍵。特朗普冇俾伊朗任何緩衝時間，亦冇俾北京有反應空間，直接切斷晒成個波斯灣石油出口嘅咽喉。你可能仲記得，今年2月28號，美伊聯軍開戰之後，伊朗革命衛隊曾經宣布霍爾木茲海峽唔准通行，搞到油輪運輸量暴跌超過90%。之後，伊朗乾脆喺海峽設立收費站，要求過路船隻用人民幣或者加密貨幣付款，每桶石油收1蚊美金。大型貨櫃船過路費仲貴，每艘要收200萬美金。而且伊朗淨係靠呢個收費站，每年預計可以賺近50到80億美金。呢個就好似有個強盜嘅國際高速公路切卡打劫，仲要人用非美元貨幣埋單。特朗普今次嘅封鎖令，本質上就係一個好清晰嘅回應。呢條高速公路係屬於全人類，你個收費站已經俾人拆嘅。我一定要同大家講，特朗普今次針對伊朗嘅封鎖唔係即興發揮，佢有前例，有劇本。呢個劇本嘅委內瑞拉已經完整咗上演過一次。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嘅石油儲量，大約3000億桶，佔全球總量17%。馬杜羅時代，每日大約有40萬桶原油偷偷流去中國，繞過制裁，靠影子船隊完成交易，用加密貨幣收錢。委內瑞拉經濟有90%靠石油出口，政府預算有78%都係靠石油收入維持。呢條隱秘嘅石油管道就係馬杜羅政權嘅命根。特朗普嘅做法分3步，第一步咧就係喺加勒比海部署艦隊攔截同查扣可疑船隻，包括嗰隻 Skipper 號油輪。第二步就係喺社交媒體上直接宣布對所有進出委內瑞拉嘅被制裁油輪實施全面封鎖，聲稱委內瑞拉已經俾南美歷史上最大嘅艦隊完全包圍。第三步，封鎖令一下，委內瑞拉石油出口急劇下跌，馬杜羅政權財政好快就乾塘，最後崩潰。馬杜羅俾人捉咗，由下封鎖令到政權崩潰，淨係用咗大約3個星期。3個星期咁快，德黑蘭嘅人應該好清楚呢個代表咩意思。伊朗嘅情況同委內瑞拉真係好似。伊朗政府預算有45%都係靠賣油俾中共，每年淨係同中國做生意就賺超過30億美金。打仗之前呢，伊朗每日石油生產能力有300幾萬桶，成個政權都好靠石油財政。一旦霍爾木茲海峽封死，呢條財政命脈就即刻歸零。戰爭消耗再加埋石油收入中斷，伊朗嘅財政乾涸速度可能仲快過委內瑞拉。
呢個唔係壓制，係絞殺，一步一步逼埋去，直到對方嘅氣出。而家我哋講下最關鍵嘅角色中共。好多人以為中東呢場仗同中國冇咩關係啦，其實呢個諗法大錯特錯。中共有超過1/3嘅石油消費要靠霍爾木茲海峽呢條水道。一旦個海峽封咗呢1/3嘅石油，可以喺邊度揾翻嚟？答案係短期內冇得揾其他來源。更加令北京尷尬嘅係，中共喺呢場衝突入邊扮演咗一個極之矛盾嘅角色。一方面，北京要靠伊朗嘅石油，所以希望美伊可以傾掂數，等霍爾木茲海峽可以繼續暢通。但另一方面，北京又暗地盜送武器俾伊朗，想利用伊朗拖住美國，令美國喺中東陷入泥沼嘅時間裏台海局勢。而家呢個如意算盤呢，反而開始反咬翻北京自己。有消息指，中共準備喺未來幾個星期內向伊朗交付新型肩托式防空導彈系統 Manpass。呢條消息嘅來源係左派媒體 CNN。我哋一向都好審慎，唔會全部照單全收。但呢條消息嘅邏輯同我哋了解喺中共做事方式好吻合，表面講和，暗地倒遞刀。川普喺記者會上邊咧都親自提到，上個禮拜嘅伊朗上空被擊落咗一架 F-15 戰鬥機，就係俾一枚手持堅射熱追蹤導彈擊中咗。北京方面咧就否認咗。中共駐美國華盛頓大使館聲稱，佢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有消息指北京計劃透過第三國轉運冇掩飾武器來源。川普已經明確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武器支持嘅國家都會面臨50%嘅額外關稅。呢個警告嘅對象毫無疑問就係北京。中共企業一直向伊朗出售被制裁嘅商用途技術，呢啲全部都有白紙黑字，美國情報都冇得一清二楚。問大家一個問題啦，霍爾木茲海峽封鎖之後，你覺得中共最有可能面對咩處境？ A. 快速揾到其他石油替代來源，影響有限。 B. 石油危機加劇，被迫主動向美國尋求妥協。 C. 暗中繼續支持伊朗同美國打持久消耗戰。 D. 兩面唔掂，伊朗牌同石油牌一齊失守。喺評論區話我知你嘅答案，我哋一齊分析下呢盤棋。我一定要再同大家講一個更深層嘅背景，令到今次封鎖嘅意義更加清楚。伊朗喺霍爾木茲海峽設立收費站，要求用人民幣同加密貨幣結算，呢個唔係普通嘅收費行為。自從上個世紀以嚟，全球石油貿易都係用美元結算，呢個就係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嘅核心支柱。一旦容許用人民幣結算，石油通行費變成慣例，呢塊基石就開始鬆動。之後咁多米落骨牌就會一張接一張咁倒落去。特朗普唔可能俾呢種情況繼續落去。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既係打擊伊朗嘅軍事手段，亦都係捍衛石油美元體系嘅戰略行動，兩者就好似一枚硬幣咁兩面。戰前每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原油超過1000萬桶。4月12號封鎖令一下，波斯灣石油供應鏈被迫重新洗牌，全球買家都要揾其他來源。美國、加拿大、巴西、挪威呢啲產油國嘅訂單會急劇上升。封鎖之後改為4月12號。封鎖令一下個時間點好清晰。值得留意嘅係，而家已經有幾十艘 VLCC 超大型原油運輸船，每艘可以裝200萬桶原油，正咗去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呢個說明全球石油買家已經用腳投票，將採購訂單轉咗去美國。封鎖短期內會推高油價，帶嚟陣痛，但長遠嚟講，佢會鞏固美國嘅全球能源市場嘅主導地位。呢個正正就係特朗普能源主導戰略嘅核心目標。我喺度講句老實話，今次霍爾木茲封鎖唔係一時衝動，佢係特朗普成盤棋局入邊嘅一部分。由制裁到封鎖，再到清除水雷，甚至威脅軍事打擊，每一步都係嚟壓縮伊朗嘅生存空間。特朗普話 locked and loaded 唔只係一個姿態，嗰個係一個方向、一個節奏、一個決心。伊朗政權嘅倒數已經開始咗。至於北京嗰個以為可以兩邊下注、左右逢源嘅北京，今次可能要面對一個好尷尬嘅現實，喺手上嘅伊朗牌正咁快速貶值，佢嘅石油通道俾美國艦隊死死咁箍住，喺暗地度送出去嘅武器，而家反而變咗特朗普用咗施壓佢嘅把柄。我一直都相信，歷史從來都唔會獎勵嗰啲喺道義上嘅錯邊啲人。中共佢哋支持伊朗呢個極權政府，佢哋撐住一個威脅全球航運秩序嘅政權。
最後要付出代價嘅，其實就係北京自己。呢盤棋仲未行完，我會繼續留意，繼續為大家做深入分析。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節目有價值，記住訂閱方位視角，亦都可以將呢集分享俾你身邊關心時局嘅朋友，等更多人釐清楚呢個世界而家發生緊咩事。我哋下期見。